原来是讲推啊龙。你足大只的呢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2只脚，你4只脚，我是气龙，不是你的妈妈。因为伊后壁脚看无一个。哦，哦，你4支脚，我嘛4支脚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的背后有擦擦，不过无讲腿仔。我是剑龙，不是你的妈妈。酱油。酱油吗？你的身躯有擦擦，我嘛有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有擦擦，嘛有剑帮，不过我无讲腿仔。我是强龙，不是你的妈妈。找无妈妈咧，先来做饭去，食点心。你爱食草，我嘛爱食草。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有长长的皮讲头骨，无讲腿仔。我是皮讲龙，不是你的妈妈。你的头有尖尖的角，我嘛有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有3支尖尖的角，阁有小可开过后顿，不过无讲腿仔。我是开讲着，不是你的妈妈。用讲腿仔，你有讲腿仔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的讲腿仔无关，我是回头了，不是你的妈妈。包头了。好了好了，又光棍。弯道也是。妈妈嘞，远远走来一个，远远走来一顶戴那手，原来是一个食饱的走路。包了。讲水啊，就用食甲大声叫。哦，也水妈妈。伫附近的讲推仔龙妈妈听到，什么声？敢是？拄着危险的时阵，就是爱安尼讲啊。讲推仔就是保护咱上好的武器。足赞的，找到妈妈。啊，咱的话本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法国胖，嘿，我个胖给的。啊，这迄我都要个胖。捌搭啊，迄个路梨仔型的胖，啊牛角胖，啊迄种葡萄胖。啊，还有无来胖？你看这三个细汉囡仔伫咧窗仔外口看师傅做胖，佮阿姨讲吼，做胖的，伊有种做好片的，做胖的味，啊做好食的味。伊讲伊嘛做想要做迄种做好食的饭，迄个老鬼囡仔流水。啊，煞来，看因转去厝了后，因就摕迄种水啊、盐、糖搁米粉，要准备要做饭。啊，伊讲若是讲伊无爱用水的话，会使用牛奶。牛奶哦，牛奶。啊，你若无想要加水，你着爱淋牛奶，哦，安尼放较会好食。啊，你看，因着去传这材料，准备要做饭，搁传巴豆。假使讲你若搁加入一寡卵搁巴豆的话，安尼就搁愈芳啊，就搁愈好食。对啊，你伫咧做芳的过程中，搁再加一种啥物物件袂当欠的物件，迄就是酵母。酵母就是伊放入迄个面团内底，伊就会发酵，伊就会浮起来。你来放就会较软较好食。啊，刷落来你看，因准备这酵母，酵母，酵母是一种互物件发酵的一种放起来的原因，因为咱面团灼灼的，伊是做饱的。
啊，你若是加酵母落去，就是内底就产生气体地方，较软，放地较软较好食。另外，这酵母伊讲像迄粉安尼。互伊一寡时间，伊才会使碰较大。啊，则讲酵母你若烘起来了后，你着爱掺一寡面粉落去。啊，你要安怎？你要安怎甲面粉，甲迄种掺到伊迄种酵母内底，你就是摕一个台仔，甲面粉过筛，安尼伊的粉就较幼，较绵吼，较袂结做规安尼。做久咱咧迄个第三面。所以他们。啊，这个细汉弟弟啊加告色。伊就告诉伊就我还袂笑咧。就像恁两个啊。伊在告诉无咧做啥。啊，你看，伊就做巧了了，伊甲分做三块，啊，开始伫咧这早底面团啊，迄个伫咧前期的桌仔顶，涩涩的，啊，地灼灼的，伊要互伊软毛较少，啊，互伊会当迄个酵母伫咧面团内底发展。啊，内底撩淡薄条安尼，伊话伊迄个做认真诶，啊，这迄个，伊头壳咧等色这面团，啊，这迄种第这面团地甲规个面拢红起去，每一种诶芳，啊，甲烘起来，用毛仔烘起来，啊，伊准备咧送入去烘箱啊。伊讲等者，伊敢有一个迄个。所在伊要去加工，就是伊用迄种两面，啊甲搅好线做成接，啊用迄种迄个签啊，甲抹伫个芳的表面。哎呦用诶！伊讲安尼，落去烘的时阵，伊芳的表面就是迄种迄个像迄咖啡色的，像迄种两面酥安尼，两面酥安尼。巧克力。咖啡色的看起来安尼较好食。这是个巧克力豆。放出来啊！啊，伊讲，迄个咱家己做的芳已经做好啦。讲我做的迄种，更厉害的法打芳，啊，伊个有做，讲做迄种迄个果酱的芳。果酱口味的放，啊伊讲吼，即个就是讲，伊原本才做的猫仔馅的迄种放，已经变成迄种变成一只五条猫啊，做遐尔久，啊伊一件就是一件小放，啊一件买伊的饮料安尼，一个饮料，哪是茶还是咖啡啊？嘛毋知影是啥物果酱迄种。啊，伊讲故事的最后吼，就是讲放是用面粉做的，伫咧足久以前，迄个麦仔搁伫咧麦仔产的时阵，风微仔吹。我等者算我会叫人起来看嘛是做放需要的材料甲技术。啊，你应该家己吃。啊，你若是有选择的话，就会当摕着一个小礼物。啊，这是迄种我咧厝内所有的物件啦。啊，但是伊内底有的是做胖无需要的物件，啊，你爱拣有需要的物件，拣过看过这边，啥物是大，啊，这边是所有物件的迄个列出来安尼。阿玲，做胖需要啥物材料甲技术？敢是苦瓜？你讲来啥？你太帅，你来点无白的。会晓烫咩？那个杭罗，转杭我罗。老板在讲。你要讲啥？
赞。我爸爸。算了来，公平。好一个，一、两、三，哦，我来这。看有无？你来。香牛哦，香牛跟我你打的嘞。厉害！对，接，可以这样。两个大概呢？吹风机，用机。对，这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了，好嘞来。跟紧。哦，吹风机就在这放对不？系啊。你大概跟吹风机啊？这是什么物件？这台呀。哦，台呀。台呀，那台米粉的。台呀，台呀。哦，你讲一间迄台呀？站。台呀，大家小平。太。还有人要说来无？让起哩个涂到纸顶管，个会使画起哩个用迄种湿纸巾甲伊贴起来。你个有设计哇！你两个讲给做。厉害咯！我姐姐差不多。你换一把再试看卖。恁即马咧做白色有彩色笔啊，笔芯，迄种白板笔板。哦，最后问者做饭还用枪？